友大家好啊！大家好。接下來要一太多睇日子了喎，我注意到買咧。哇，我注意到好多東西咯，要買東西咧。係裝聲 SOB，我做足來。OK，因為接下來到日子啊，我睇日子買日子都來啊，聖誕節啊，尤其聖誕節你看。到出咗都有講住，我有好多年在一齊過嘅好朋友，尤其是係呢個好朋友、好家長啊、好親戚，統統都會坐在一齊。可能係要倒數活動咧，1月1號，所以到 SOB 都跟下來，佢出去咧防疫，東西要做下來，權利殺數，消毒藥水要拿咯，消毒然後 mask 一定要着咯，咁樣咯，就咁樣啦。還有你人同人之間唔得企人群咯。但係就難免咧，係就冇法啦。多年嘅地方我戴口罩咯，咁樣啦，好啦，到此各位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而家拜拜告你的赤腳都一天，所以你拜拜之前一下，然後都一天，你就赤腳改到一前面就得。哎呀，屌嘅！玩得啦，搞掂未？我幫我傾啦。stop。賣菜 Q 了，客仔談。你喵講，張講你喵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哪一支路？好，大家好。嗱，阿姐，年年咧就當下，都客家人過節嘅係，乜嘅節都過嘅啦。你來到古意就係要節歡喜，大家就歡喜咯。辛苦日子過嘅，就一天都太熱咪下咁樣啦。伊佢擺就種都老年大通通來到古意。就為嘅愛做工然後就為嘅填飽肚下咁樣嘛嚇，然後咧吃嘢咧好多就童年日子啊，有過啦，就冬至嘅咯，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講冬至快樂啦嚇。冬至快樂。然後咧有卡咧本身啊，又冇講好準時吃童年咧，好多時候咧呀。不過我堅持想講一定要吃一輪童年，咁講佢真算多啦。然後咧再過無叫咧，然後聖誕節咧就係要湯矮咗老人家講，記到咧有時候係明明本身唔係奉教年來呢，又唔係講買天主教啊、基督教啊，係呢個聖教嘅年咯，又要自家做伙嘅來請嗰度神父買，實體神父買來説乜嘅。好熱鬧啊！當時係聽講用普通嘅又要拿來做乜嘅，哇！不過想下，其實20年前哦，當時馬來西亞買嘅貨機都冇咁貴嘅時候，哇！有卡都阿媽離開到買人哋到要就按太條嘅價，按啲咗幾多幾咯。當時幾攞都要。係咯，不過當時都係50塊嘅咯。差唔多。差唔多太窄啦，太窄。哇！20年前嘅事情咯。哇！嗰陣時，嗰陣已經算係好久圈嘅事情咧。即係有卡年尾嘅，我上來去拜，叫去拜要嗰度，還有好多裝備統統還有菜嘅時候，還有食歌嘅時候，就上來講自家再做下來紀念下咁樣。哎呦，其實想下也係好神奇嘅，明明唐年在馬來西亞統統都冇講先買回教，先買基督教，買。都係照用日子嚟齊過，都幾好嘅一東西嚟咯，就咁樣。其實係一隻好神奇嘅東西。開心，大家一齊開心。係。就乜嘅日子都過啊。開心咩日子就唔可以嫌啦，就咁咯。然後冬至啊，嗰號要聖誕節係咯，聖誕節啊嗰號就愛迎接咪。新年的1月1號噻。1月1號噻，對，1月1號有個嗰個就新年嘅圈嚟咯，新年明年就係新年了，明年就咁樣咯。係啦。咁除咗做火嘅，還要做乜嘅 spaghetti 啊，做荷蘭薯啊，呢個東西啊，好好食嘅，還有湯。Sorry。濃湯。通常食嘅東西真係代表咗好多東西嘅。過了節，你好時候有時候就咁好神奇，你看人家講介紹一笪地方，你要講嘅你嘅文化日子，但係咧如果代表你文化嘅東西咧，就係主食。然後咧，
在阿度屋企咧煮食嘅东西做到最足嘅。又唔理在中國咧，嗰度老家鄉嗰度講客家人，啊，呢度本地講客家人，都係有會煮食啦，會自家顧家咁樣咧，誒啦，所以咧客家人好特別咧就文化嘅。好像冬至節嘅係嘛？冬至。其實冬至係講係24節氣的拜，嘅一年咧拜面嘅節氣哦誒。係冬天咧。你係冇？你是別啦，你是你啊節氣，你是你啊冇錯吧？係嘅一年的拜。其實咧冬至咧就好像春夏秋冬，春又有春至，夏又有夏至，出面啦有6啊。春要6啊，夏要6啊，秋要6啊，冬再要6啊咁樣。就分啊行個時啊。然後咧，這都係講明嘅，就係冬天差唔多就個時候來啦。接下來就差唔多係講落雪嘅咯。其實就講嗬，冬至嗬真正嚟到過係太一些，有真正係新年咯，係講本面有冇天嘅冬至係新年啊，要講農曆一年以後正月是一張新年。咁樣來嘅。拜來新年好不好？對啦。好啦。睇緊要乜嘢東西要分享，你哋冇人過日子咧嘅分享小咗下拜啦。有時候咧難得啊，就會一個客家話頻道啊，就會盡量咧做落去咯。呀，就其實也唔係講好專業咧，不過咧多謝你都 keep 你們看，真係多謝啊。然後可能那就唔聽時啊，上嗰隻。video 因為就有個網最近，可能最近要多啲上嘅咯，最近嗰個就可能要講多啲新年嘅東西。其實你都要隨手試下咧，就試下買試下落來，到時再回應你都得啦嚇，最終啦。OK 啦，好啦，多謝你。你都要訂閱、按讚嚇，按讚 OK。Thank you。你要留言嚇，開小鈴鐺 OK。好啦，拜拜。你慢啲。少嚟講，另外要講